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嚟到4月3日星期四，又出排位啦！各位馬迷朋友，早晨，我哋又繼續馬不停蹄咯。嚟緊今個星期六、星期日相當之忙碌，因為星期六日早上11點2個字有6場嘅澳洲馬跑。我哋香港有好多嘅騎師都走咗過去澳洲客串上陣，買起上嚟一定有更加多嘅親切感，應該就幾好玩啊！今日到咗晚上8點45分，杜拜世界盃賽馬日，香港有幾隻馬過咗去跑，會唔會連場報捷呢？浪漫勇士就跑重中之重嘅杜拜世界盃，我哋要一齊見證，為馬王打氣。跑到凌晨1點幾，咁唔係好夠瞓，捱眼瞓都要噶啦。嗱，到咗星期日10場嘅全草地賽，香港再加多一場。日本阪神競馬場嘅大阪杯，2日加埋總共跑24場馬，哇！真係不得之了啊！先睇睇天氣預測，天氣就回暖，今日最高溫度已經上到25度，早晚清涼。咁星期日陽光普照，最近嘅場地呢冇雨水偏快，估計嘅場地係好地至快地。嗱，今集節目呢，會先同大家講第一場，跟住一跳去講最後一場。不過未講之前呢，有冇留意到今集節目個封面？我特登揾丁冠豪嚟到做封面，點解？哇！丁冠豪擺咗個重兵強陣出擊。嗱，第一場呢，出一隊裕達寶區、永盛金區兩區，第二場有隻勁爽，第三場銀河勇士，第四場最風雲，第五場閃啊有隻閃光燈啊，第六場老班精神，咁到底邊個騎呢？最後第10場有隻定數，哇！丁冠豪出馬8隻，咁會唔會連場報捷食翻鋪大三元呢？咁閃光燈我對佢係相當有期望，仲有老班精神，如果順順利利咁就2 win 噶啦。咁另外頭場永盛金區又嚟跑沙田，睇下又得唔得啦？會唔會先拔頭籌，跟住連場報捷呢？希望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唔阻大家寶貴嘅時間，即刻分析第一場，係由第5班馬跑呢個2000米出馬14匹。仲記唔記得上場介紹咗皮具大師啊？冇乜雨水都能夠跑翻一個咁接近嘅第2，不過上場跑1600，今場跑到2000，咁點睇佢嘅機會呢？嗱，評榜員都高度重視呢個第2，足足加咗佢3分，咁3分好犀利噶。咁今場會唔會繼續跑得好呢？不過佢跟前走嘅，你整咗個14檔佢，一出閘呢。咁喺外邊殺入嚟放頭，咁前段用咗倒力，末段頂唔頂得住？今場呢，再轉配備，除咗個開篷眼罩，幫佢加個面箍，咁盡人事嘅啫。好啦，13叫做滿載歸來，排個13檔配上蔡明紹，除咗個眼罩同你玩呢隻馬呢，5歲都仲係好後生，不過曾經呢，有2個月就冇上陣。咁睇翻傷患記錄，冇乜問題，只不過表現令人失望啫。咁唞埋近2場都大敗，泥地輸10個身位都算啦。咁跑田草1800都要輸8個馬位，睇嚟呢隻馬今個馬季好似就冇乜進步。不過如果你細心啲睇，佢喺上個馬季喺5班得到1 win， 好多個位置。咁如果新算翻喺5班，佢應該有啲着數。不過呢，以往嚟睇呢，跑谷草1800就好過跑田草。今場仲要跑田草2000，我認為佢嘅機會呢就渣渣地啦。咁皮具大師呢都係咁上下，1600有根據啫，2000又得唔得噶？好啦，主角出場，我心目中嘅主角12號永盛金區。好老實講，自從季初跑咗個第2之後，我再跟2場都輸到我驚啦。咁兜兜轉轉呢，
已經個評分啊落到27分，記唔記得呢？記唔記得阿西華哥喺馬季頭鼠特登攞咗呢隻永勝金區同大家做節目？當時呢，我就話佢4班都跑得好，追得幾好，咁但係落到5班應該就高晒。點知季初呢，只係跑2、3。不過我呢，喺馬季頭鼠講過，我話呢隻馬如果喺5班減分啊，減到落去30分嗰個水平，一旦狀態操起，一起咗一贏就打碟贏佢2場，咁啊30分贏完都仲係喺第5班，咁啊部署得宜，再贏多2場，幫阿丁冠豪贏2場頭馬，咁依家個評分真係落到嚟27分添啊！佢啊上場輸咗，評榜員啊減3分。西華哥有句說話叫做3分3分咁減，都唔方係啲咩好料，死火啦！減3分，今場要定唔要呢？嗱，睇翻佢季初跑田草1800，分別跑第2、第3，但係前一仗呢，佢係一段都冇越騎就越褪，以第8名過終點。上場嘅周俊樂自己騎翻，又係一段都冇，所以評榜員啊減3分。不過1600就真係嫌短嘅，咁啊2000係咪好啲呢？嗱，睇翻上個馬季2000呢，佢又跑第3嘅，輸個零身位。今場邊個騎先？周俊樂騎，俾個2檔佢貼欄慳晒位慳晒腳程，有冇食飯啊？就當佢近幾場啊冇俾飽飯佢食，今個星期啊俾足飽飯佢食啊！以前呢，阿西華哥睇嗰啲馬經啊。咩打咩 B12啊，即係打針啊，打 B12嗰啲營養針啊，再俾啲金山大麥加啲蜜糖撈俾佢食谷行料，即係以前啊睇嗰啲馬經啦，食啲咩料啊咁樣啦。好啦，永勝金區嗱一於呢，谷行料有個2檔周俊樂繼續騎，減2磅即係120磅。如果今場再輸，周俊樂就做唔到榜，咁你話佢今場搏唔搏啊？搏到盡，所以第一選12永勝金區不作他選。好啦，11叫做黃金風速，呢隻放頭走呢，有啲料到，不過今個馬季最叻喺谷草2200，放頭走跑第2，輸個短馬頭。嗱，本身啊巴道同佢最合拍最夾檔，巴道冇得騎，定係佢唔騎，走去騎隻皮具大師，咁變咗希威森呢，放馬有一手嘅喎。咁啊12檔又係放頭走，咁啊點睇佢嘅機會呢？都近即比較曳啊，擺埋一邊先啦，睇睇隻10號金得意。嗱，黃金風速冇其他選擇就揀佢，暫時啊覺得麻麻地喎。好啦，10號馬叫做金得意，由呢個4班落5班，自從由苗禮德轉頭賀賢馬房，只係跑咗2個第2，1個第3，2個第2係喺谷草1600、1800獲得，而今個馬季呢，已經由4班降到落嚟第5班，都冇乜特別出色嘅表現啊！嗱，今場呢跑田草2000，我認為佢嘅機會呢，分分鐘啊冇呢個黃金風速咁好啊！不過今場啊俾阿田泰安騎上去，會唔會騎得好過董明朗呢？我係存有疑問嘅。9號叫做齊歡最樂，呢隻表現啊比較失準啊！曾經啊喺田草1800且戰且走，跑咗個第2，但係連續4場都跑得差，表現啊咁失準，我唔揀佢啊，勝在後生又健康。因為今個星期即係今個馬季，佢已經啊，哇，總共跑咗13場啊，12、13場啊，咁啊爛船啊都有3根釘，今場會唔會嚟料呢？嗱，呢隻真係冇根據，13場嘅比賽得到1個第2，如果今場佢跑入前3名，我覺得係冇問題啊，好合理好正常。但係13場只係得1場跑第2，亦即係話其餘嗰12場都要輸噶。好啦，跟住睇埋其他馬，再進行第2輪嘅篩選。
咁啊要加快啲步伐先得啦。8號潘頓騎香港精神，咁啊實熱都得啦，因為呢，佢最近嘅表現呢，有啲復甦嘅跡象。先喺田草1800追翻一個接近嘅第4，咁啊泥地大敗，上場谷草2200，希威森騎輸個短碼頭，咁翻過嚟跑田草2000。以往呢隻馬呢，養喺苗禮德馬房嘅時候，田草2000都啱跑嘅噃。咁既然佢個狀態起咗，咁啊潘頓跑長途呢，咁啊比起其他騎師啊更加發揮得好嘅噃。咁變咗潘頓騎香港精神應該就唔會死錯人，所以呢，第一隻腳我會揀8香港精神，馬膽永勝金區。好啦，7號馬叫做黃金見聞，跑親都接近大包尾，輸親都遠噶，揀唔到。6號英雄本色同隻黃金見聞一樣，都係飛得無謂花時間。5號雙天寶馬同隻黃金見聞同埋嗰隻咁嘅英雄本色一樣，場都大敗，又係冇得揀。好啦，4號利顯天下湯普新騎，嗱前一仗呢，喺1600追翻個第2，可能配合當日就阿李子孝先生呢有馬贏，佢又跑第2嘅啫。上場再出表現都差，今場仲要跑到2000，會唔會呢隻係長途底嘅？如果佢本身係長途底嘅，咁今場就可能會有所突破。咁啊睇埋血統簡評好啲。嗱，聽住啦，利顯天下喺澳洲時隸屬川河係馬主名下，曾經安排2次試大閘，第一課900米閘起步後跟手第2，直路順跟而返。7隻馬跑包尾，唔出奇啊，因為可能佢長途底。第二課1000米遠地閘，加個眼罩俾佢出時，結果一放到底，大勝亞軍6個身位。嗱，睇嚟戴眼罩啊特別好啊。富係豪華房車，在香港漸漸已經成為大族。今季其子嗣表現優秀，而佢嘅媽媽與前香港新加坡冠軍賽區最美好為半兄妹，本身服役時贏1400，咁啊利顯天下父線母線兩線結合，應該係中距離馬，可望與不少同父馬一樣，由短途跑起，適應水土後可真情發展，紮場亦都適合。嗱，今場啊跑到2000就冇乜根據，不過睇翻呢，佢前一仗呢追翻個第2，輸俾頭馬個半身位，而上場呢近都唔近。話唔定呢隻馬並不是中距離馬，而係一隻長途馬，佢啊較有分頭。如果跑去入嚟，加埋隻永勝金區，哇，好分到不得之了。好啦，丁冠豪馬房另一隻3號叫做裕達寶區，出親都跑接近包尾，咁啊睇翻佢個減分呢，就真係3分咁減啦。咁你要唔要佢啊？梗係唔要住啦。好啦，10大衰馬其中之一，佢叫做烈火駿馬，入閘經常都發晒脾氣啊。咁啊，邊個騎到投降啊？嗰個叫做艾少禮，騎佢騎到投降啊，跟住換咗霍雲星，留到最後一隻，等佢一隻馬喺大外檔自己走呢，就走得好啦。咁今場啊跑到2000，路程嘅適應性，我估計應該就啱跑。不過要將隻馬留到最後嚟到跑呢，追上嚟可能都係得個近字。我上場唔要，今場都唔揀啊。好啦，最後報文1號幸運同行，今場除咗個防沙，戴翻個眼罩。嗱，睇翻幸運同行呢，澳洲5歲馬嚟自賽神仙馬房，由3班降落4班都交唔出表現，依家降埋落第5班。唔通真係由4班降5班即刻喐手同你砌？咁當然啦，我睇翻佢上個馬季啊，唔係今個馬季幸運同行，已經由1600跑到1800，上到2000，谷草啊跑2200，咁啊當中跑長途叫做輸近啊，4班跑近，降落嚟5班，對住啲咁水皮嘅對手，有冇機會一降班即刻跑得好呢？
嗱，我睇翻曾經布文騎過佢4次，到咗第5次佢做唔到榜啊，做唔到榜變咗由艾杜娜、潘明輝、蔡明紹、何永年接手，因為近4場嗰個副榜呢，已經喺4班一路減分，一路個榜輕，布文騎唔到，但係一降班孭個135磅，布文即刻攞返嚟騎，肥水不流別人田，所以幸運同行，我有理由相信由4班降5班，布文攞嚟騎，即刻同你搏命，因為對住啲馬實在太水皮啦。好啦，總結呢，我第一選都話12永勝禁區，第2選8號香港精神，嗱，第3選呢4號利顯天下，而第4選呢1號幸運同行。咁會唔會真係揾隻永勝禁區做膽呢？好老實講，我計下度下，永勝禁區叻唔叻得過幸運同行，叻唔叻得過香港精神呢？我係存有疑問嘅。不過我撐你丁冠豪、周同學二檔要發揮超水準呢，咁有機會啦。記得啊，打 B12，再揾啲蜜糖，撈啲金山大蜜俾隻永勝禁區食，谷行料。今個星期日俾出好戲俾阿西華哥睇，好嘛？好啦，跟住一跳呢，就跳去第10場。第10場係由第3班馬跑1600米，出馬14匹。嗱，先睇睇14，叫做一定掂。蔡明紹騎，哇，最近姚本輝頻有頭馬進帳喎。嗱，呢隻一定掂，4班贏上3班好似唔夠跑喎。咁啊，跑咗3場先減佢1分，平榜完將個分數都練得好緊。咁啊，輸埋今場就落班噶啦。嗱，睇翻佢今場又唔係跑1400，又唔係跑1800，係跑1600，會唔會就副榜比較輕，上咗嚟3班已經適應咗3班嘅步速？今場副榜咁輕，蔡明紹先至同你砌呢？不排除呢個可能。咁啊，睇埋其他馬先，我唔會飛佢住。13定數喺較早之前爆咗個大冷門贏馬，唔係半冷門啫，18倍。贏完之後，你睇翻今個馬季12月跑1場，1月跑1場，2月跑1場，成個3月都冇上陣。呢隻馬似乎比較單薄，我會小心啲睇翻傷患記錄。嗱，發現佢曾經接受過喉部手術，以矯正佢嘅呼吸道異常。呢個手術係喺馬季唞暑嚟到進行，亦都休息咗接近3個月，一復出即成。嗱，點解休息咗有成個幾月冇上陣？我有理由相信，等佢唞夠、休息夠，保留較多嘅體力嚟到應付今場3班嘅賽事。因為佢贏嗰場係4班賽，加咗7分，上咗3班2場都大敗。今場係上3班嘅第3鋪，唞夠休息夠嚟到季中，得以保留較多嘅體力，有啲新鮮感嚟到初跑1600。佢以往跑過，不過大敗。今場呢，火燒都唔熱。奇怪嘅係，你擺入鍾易禮減多3磅上陣，實際副榜114。咁啊，比起上2場呢，哇，仲要輕啊，輕飄飄啊，有冇機會偷雞呢？其實都幾難估計。12龍城精將一出嗰個第4跑得好好，再出跑場200，一段都冇，亦都輸得遠。上場嘅轉跑谷草1650就退出。咁啊，點解退出呢？佢啊急性皮膚炎，因而退出賽事。咁啊，皮膚有事冇乜大問題嘅，搽啲皮膚藥咁啊搞掂啦。咁啊，最緊要腳冇事啫。咁啊，今場再跑翻田草1600，咁啊換班德禮。嗱，騎師換嚟換去唔係好事情，我就唔揀啦。11叫做本領輝煌，呢隻馬經常都跑
位置喎。今個馬季喺3班63分起步，由1400跑到1600，由草地跑到泥地都得，雙槍象泥地草地都得呢，肯定係一隻幾好嘅馬。連谷草1650佢都試，不過谷草真係唔啱跑。咁啊，翻嚟跑田草1600，艾少禮騎潘頓騎邊隻啊？咦，潘頓今場冇馬上陣噃。潘頓應該做到120磅噶，可以揾翻潘頓騎啊。咁啊，點睇佢嘅機會呢？咁啊，擠埋一邊先啦。睇埋其他馬，再作第2輪嘅篩選。10號叫做超易穩，上場啊殺咗嗰隻冷門啊，阿妹嗰隻海船幸運。海船幸運再出嘅表現都差，而超易穩上場直路片下都殺咗順利贏。賽後評榜員只不過加咗佢6分，就證明評榜員覺得上一場嘅表現就並不是太叻。咁啊，贏咗馬上3班，可能都未必夠跑啊。咁啊，今場排13檔配上巴道嗰手韁繩啊幾好嘅，應付呢啲片嚟片去嘅馬呢，應該就有一手嘅。不過13檔呢，我就唔揀啦，因為全程呢走2、3疊，一係呢就留得太後，直路騎上嚟片嚟片去都打咗好大嘅折扣，所以10我就唔要啦。好啦，明星馬9號叫做首飾天空，布文騎會唔會啊？因為有潘頓，騎嚟做乜啊？騎嗰隻本領輝煌都唔夠首飾天空跑，嘥氣，不如早啲呢就休息好過啦。嗱，首飾天空呢，一出即勝谷草1200，再出呢跑得唔好，轉過嚟跑田草1400，贏得嚟呢就點到即止嘅。賽後評榜員加7分，就上咗去3班。嗱，3班呢，艾杜拿接手123磅跑第2，咁啊輸條頸。首飾天空輸俾咩馬？嗰隻都叻嘅，叫做康樂高球。留意翻康樂高球、首飾天空兩隻馬彈甩咗主馬群3個身位，所謂單打獨鬥，賽績就優秀。所以今場首飾天空又再跑場200，將會成為尾場頂頭大熱，20零蚊到啦，我諗2.5倍啦，一定要揀啦，冇得唔揀。明星馬8號皇仁歡星呢隻馬呢，喺4班贏，上3班狀態好，搏多一鋪。嗰場係3班條件限制賽，即係3班只限4歲馬參加。咁啊，大家都係4歲呢，呢隻皇仁歡星喺嗰場呢，一條直路撲上嚟贏。咁但係佢又唔夠分跑呢個打比大賽喎。近2場狀態有啲回落，咁就唔好揀啦。7號晴王由高位減分落返嚟71分，已經落到佢上個馬季贏馬嘅分數。不過呢啲馬呢，走緊下坡，一路減分，你係唔會知道佢邊一場先至嚟了，就唔好因為佢上場已經跑近，今場啊即刻跟進，可能會繼續冇表現，唔出奇噶。唔要。6號馬叫做健兒快，14檔，同埋前一仗呢，佢又退出。咁啊睇點解退出？睇翻傷患記錄，腳有事，咁後生啊腳有事，睇休息幾耐？休息咗2個星期，咁啊冇乜問題。不過暫時都冇乜表現嘅馬，都係觀望下先會比較好啊。不過你細心啲睇，喺較早之前1月12，佢跑1600，楊明倫騎跑近嘅嗰場輸俾咩馬？2個身位呢，睇好啲喎。臘八村跑第1，本領輝煌跑第2，快路跑第4。咁呢隻健兒快曾經喺1600叫做近過，不過今場14檔先打咗個折扣，咁就唔揀啦。5號叫做金區永騰，排過1檔，一出有啲表現，所以第2仗呢就有啲追捧飛嘅12倍，結果呢輸成16個身位。其實呢隻馬呢跑3場都係泥地，
都輸得遠，就當佢泥地就唔啱跑，但係上場都跑包尾，咁變咗呢隻馬泥地唔得，草地更加唔得，咁啊飛咗佢先，無謂花時間心機睇。好啦，桃花運有冇機會喺呢個3班縮翻程跑翻1600，突如其來跑得好啊？因為桃花運跑1600啊，好過跑1800、2000嘅。咁啊，最近呢，佢喺2班啊，特登幫佢跑長啊，跑2000啊，無非都係為咗減分。咁早啊，跌埋心水幫佢減分，落返嚟3班。跑返佢嘅首本路程1600，今場有大樹遮陰，有大樹遮陰，令到呢隻桃花運會有好賠率。會唔會今場擺入佢嘅最強配搭田泰安騎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呢？我覺得真係有啲機會喎。冷門腳，留意4號桃花運。好啦，99為尊，俾阿艾杜拿騎上去。呢隻馬都令人相當失望，因為佢贏嗰場谷草1800，其實貼欄慳晒位喺裏面長驅直進贏，再跑翻相同路程，只能夠追翻個第3。今場跑田草1600，佢曾經喺季初喺呢個路程追翻個第2、第3，經手人係田泰安，而田泰安今場嘅騎桃花運，咁你話田泰安？當然佢冇份騎99為尊啦，因為99為尊已經一手一腳嗌到啦騎，咁變咗呢，3同4好似係最佳配腳喎。好啦，飛輪堡奧爾文騎唔係咁高張啊，之前爆咗2場嘅冷門，今場奧爾文騎又爆一次，唔係咁高張啊，我唔信。1號確好勁，一出就跑包尾。咁啊，沙頭角村長個女李愛啊，好啦，總結第10場，好似就好簡單，我覺得好簡單啊。首選9號首飾天空，腳3號99為尊，4桃花運。留意下2隻定，一隻就定數，一隻就一定掂。咁啊，點樣揀呢？整多個篩選先。俾3秒我，3、2、1，嗱，定數呢，唞埋今場啊，配合馬房攻勢，中翼禮減3磅，實際負磅114，似乎就唔係陪跑啦。咁啊，中翼禮，咁啊，田泰安桃花運，好似就息息相關啊，一定掂。咁變咗我唯有呢，就估佢呢。輸埋今場就減埋2分呢，就落翻去第4班啦，就唯有唔要14啦。好啦，總結第1選9首飾天空，第2選我會揀3 99為尊，第3選我會揀13定數，最後加埋4號桃花運，就係咁啦。我會擺第4選啊，即係3重彩嘅腳啊。如果你貪心，我補充埋呢一句，你買條4串6，如果首飾天空報文又走咗埋去馬群塞車，3甲不入或者跑第3，如果跑定數桃花運99為尊，穿條 Q 呢，哇，嗰條 Q 你話幾多倍啦？梗係好分到不得之了啦，明唔明啊？穩陣呢就互穿，搏隻首飾天空跑唔出水準，咁成件事呢就好分好多啦。好啦，今集節目呢，短短地就嚟到呢度啦。講得唔係太好呢，就因為依家時間尚早。不過希望你呢感受到我嘅一番誠意，因為嚟緊星期6日頭啊跑澳洲馬係早上3點幾，夜晚呢就跑呢個杜拜世界盃。星期日又沙田又日本啊，咁變咗2日加埋跑24場。咁啊，主持人啊西華哥呢，我好希望星期6嘅早上11點呢能夠服務到大家。所以今日聽日我將會開快車，盡量呢就將啲工作做咗佢，咁啊令到我喺星期6時間又充裕一啲，
時間充裕一啲呢，就可以同大家呢喺梁西華 B 隊開個直播。我諗大家都想我開直播，因為有好多香港嘅騎師過咗去澳洲客串，咁玩起上嚟會更加有親切感，係咪咁話先？嗱，如果想我開星期六嘅澳洲嘅直播，記住係喺梁西華 B 隊開直播，唔好嚟咗呢度啊，係我嘅第二條頻道啊。梁西華 B 隊 ，B 隊嘅意思呢，即係第二隊後備隊啊。想就要精神支持我，喺影片下面撳個一字又好，俾個心心，俾一啲有趣嘅 emoji，多啲，越多呢，我就會更加加油，快脆，俾啲心機同大家分析多幾場，做好晒完成晒啲工作之後呢，星期六早上就同大家一齊玩澳洲馬，咁啊視乎你哋有冇表示啦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